咱安尼优质吼 A 级的这个师范人士吼，先来就充满着款的欢喜，来款的美感吼，对咱的内心真正感谢主。我安尼看真个教会吼，建成教会算是上届算讲健全教会市面啦。吼，我看真个教会人足少，啊个无注意了，无挺少年人个，哦，实在是讲下一代问题要安怎，要安怎搁继续吼，这是咱安尼中央教会吼，来监督。不过咱教会大开展，拢安尼足少吼，啊，商业嘛足样个吼，商业嘛足样。这实在是吼，上帝吼特别安尼赐福祝福吼，咱建成教会，我没什么了不起，吼，咱来搁较谦卑，搁较尽力打拼，这拢是上帝恩典吼，毋是咱个吼，这是上帝恩典。啊，这个武汉肺炎，对2月开始吼，啊2月啊9到6月，所以说4、5个月吼，阮这个退休的吼，拢无人袂当出去，所有这个活动拢停止，啊，大家拢叫咧厝诶。啊嘛，即个安尼，才阮时代，我记当吼，我拢伫厝，安尼4、5个月了后吼，拢发生变化。我开始咧食抗忧郁的，啊，佫骹无力，我来骹者4、5个月安尼无行，无出来运动，就出大问题。所以讲，武汉肺炎吼。到今日虽然咱台湾较好对无，不过咱即嘛就面对即摆台湾挂口罩吼，啊，你安尼全世界拢还佫是啊，还佫有一个小小的病毒吼，安尼造成遐尼大的对咱的一个威胁吼，啊，所以呢，原来到53年嘛是。无所在去嘛，因为这人个所在拢袂当去嘛，所以阮也爬山吼，去山顶，车开入去山顶吼，毋免爬啊，伫迄个山顶安尼行，吼，看到即个安尼溪水长长流，鸟食马啊飞，花蕊四季团，蝴蝶同做伴，哈，这景色哪会遮好？后来我发现讲吼，咱新郑市哦，第7首就是咧讲即个代志啊，吼，行伫山林小路，吟诗学老祖，迄内面就是咧讲这个。啊，本来拄着落雨的时阵吼，安尼你若讲冬天去出国去迄个北吼，较迄个寒带所在，会落雪嘛，吼，落雨落雪。啊，毋是吼，去山顶看到迄个天顶的金星啊，吼，啊，你是啊看鸟只啊唱歌吼，这拢是啊，真做互咱讲，咱甲树大做诶，甲上帝创造拢安尼合作诶，啊，这是啦，新郑之14首，哦，新郑之14首，啊。各首是讲605首，咱即摆周末内底有印这个歌词吼，605首吼，刻做稳定指标，听人在保护。啊，这首吼，这首诗歌是啥物？就是即个第2次世界大战，德国有一个诗人家叫做汉霍莫斯啦，吼，伊看到讲即个米德拉吼。要实现即个德国梦，吼，即摆中国梦就是讲要统治全世界，吼，无论是科技，无论是即个武力，吼，无论是经济，控制统治全世界，就是中国梦。啊，许多人迄阵要实现
德国啊，德国控制着这个，所以啦，台死600万个基督徒，你若唔听，甲我无共款，就是台哦，啊，就掠来关。啊，所以这个潘牧师吼，潘王牧师讲，一个小的开车啊，一路教死人，啊，咱要带后壁来收这个尸体，啊是讲要甲这台车动起来，啊，甲这个运动手甲了来，所以伊就带百姓啊来反抗这个希特勒有一款的。独裁政权，但是哦，所叫掠来关咧集中尔，关2年外，啊，伊2年外中，伊做足个诗歌，哦，啊，中间一首是600控5首，啊，真可惜吼，就是讲，伫即个德国后来吼，第二次个德国输嘛吼，啊，要要解放这个集中营的时阵，前一天，迄阵咯，甲这个潘牧师解啊绞刑啊，做一个个绞刑，爱为主受难。所以吼，早起咱就用这个信息600控5首，靠做稳定指标，为咱的保护，来做咱的指导，甲咱的国际，无论是做中正。也是讲回应，咱靠做稳定指标，听吼，为了贵人的保护，吼，感谢主，咱生活里都辛苦的，早练早起要练咯，吼，啊，为着要安尼，我咱而家来分享吼，这3首的一个信息啦吼，来，咱用信息600控5首吼，咱安尼来做咱的指导吼，甲对上一个关系。
咱另外分享2首吼，就是讲第1首吼，咱去山顶去散步去行路，咱通过手试歌吼，我无出名吼，伊嘛安尼吼4、5个月吼无出来吼，还佫出国袂咱出国，吼，所以吼伊嘛安尼吼，去原先伊先嘛推迄个抗忧郁的，食了有够，毋过吼，我若唱第3首的试歌吼，好，伊就足感动，感觉哇，上帝恩典哪会遐尼大啦吼，我若去探访我老的吼。我来有到位，即马无牧师，我毋知影去看。我嘛唱这先诗，来有到几个，我老的兄弟姊妹，即马拢无力，叫无说我即马无力，要行咯，无力，真忝个啦。求主怜悯。来，咱来念真圣诗啦第7首，今日3念小吟诗而乐。这条是希拉雅原住民的调较歌词，所以咱拍鼓按底下来唱。天顶的金星，甲鸟只咧吼，当场无落住。这条是日本的圣诗改的。
真水的西瓜。咱即马有旧的也有啦吼，新的嘛有嘛，吼，有时啊咱会使安尼练手较细吼嘛有时啊嘛会使改善像即个新鲜期啦吼，互咱西瓜愈侪愈好。我来讲，长老教会是吟诗学乐的教会，对无？150年前，才会宣告出来。阮迄阵国日头开始看豆菜芽五线谱，就开始唱歌啦。所以一直到即个高中到即个新来的嘛拢是唱豆菜芽唱即款的谱。毋过基督世祖出来了，少年诗歌大家较多看五线谱。基督世祖出来了，大家改唱简谱，这两摊是5、6、7、足简单嘞。看到即个节就是路，就3就咪拢毋免去甲看，这条是C调、G调，是 F 调，拢可以不过今年2000年这个阮孙一个1002年，一个4年，因即马看歌词伊就晓唱。毋免看谱，嘛毋免看豆菜芽，嘛毋免看这两仔字，看字伊就晓唱。即摆搁较厉害，看歌名就会晓唱，歌名伊就晓唱，毋免歌词啦，所以讲即摆足侪学生团体已经开始无咧看谱，嘛无咧看简谱，看歌词，甚至讲看歌名就好啦，伊拢背起来，因为歌词足简单，拢背起来所以讲，即个小型团体我毋是咱教会，所以普遍伫咱的迄个教会，华语的嘛是安尼啦华语教会嘛是安尼。将来伊若要进入即个，咱即摆搁咧信息搁咧用这5大谱后摆伊若做中级，是讲伊来甲咧查教会时阵，这诗歌安尼的时阵，就是讲咱真正爱做认真啦是毋是？后摆咱的诗歌就是有安看歌词就好啦，看歌名，即摆大家来唱，也有法做好大家就会晓唱是简单，大家就会晓唱。毋过感谢主，不管咱拢是学了主啦不过是咱逐项拢包的是上好的后5线谱、后简谱，嘛有看歌词就使所有的诗歌咱拢无绝拢会通学了上帝。早起甲咱三个来想讲，咱通过这个故事啦早起所读的这个故事，咱大家三个来想讲，学耶稣基督欣赏人的一个眼光，以及耶稣基督伊会疼心啦这个故事差不多咱这个照明书的伊读了大家嘛真熟啦而这个故事咱看到一项美好的代志，一件美事就是讲四个朋友，这四个朋友毋知是甲有关系无，咱嘛毋知影。毋过来帮咱一个变衰的怨心不遂的一个兄弟这个带咱心内混乱我来讲一支雨伞的故事啦。我一摆去305的一个教会遐讲道，我就要去坐公车，我从遐开车无方便，最后坐公车，天气足好个所以我来无早无伞。这个爬上公车讲哇，噼里啪啦噼啪就咧落我讲主啊，我等下要搁搬捷运求主帮助我咧落车是无好。感谢主，真正爬上车无好，就行哩。我就想讲，捷运站内面有爱心伞，迄壁角有爱心伞，我就入去看迄壁角看爱心。迄个鸡顶头空空，好，感谢主。
就去坐捷运，到位的时候我再搁行差不多15分，才会当到位。落车无落雨啦，感谢主。刚落山了袂转来，嘛无落雨。我想边仔有一个便利商店，唔免啊，我继续行。行一半了，哎呦，开始困啊雨，雨搁愈来愈大呢，边仔搁拢无便利商店。忽然间我带一个后壁一个兄弟头30、40岁，先生，下雨了，你没拿雨伞，这雨伞给你。我买个便当我就回去，我就住在这里了。错啥，然后拄着我是到底诈骗的要来搞伊，那会安尼？忽然间一陌生人电话来叫，雨伞真正甲拄来，我感谢主，雨是安小可碰。我就撑起来，哇！一个撑起来开始行，倾盆大雨，哇！感谢主，无上帝若无请这个天灾准备这支雨我就落汤鸡，我就落汤鸡转来，边仔拢无便利商店，哪买雨伞？感谢主，上帝实在是真好，车速的天灾来咧帮咱扶持啦。这四个朋友。就是这个变水的天灾。咱知影讲，迄个过程有拄着困难，门口无路，内面过甲，迄阵大家唔免戴口罩，无反悔，对吧？袂当，就看所有一切困难呢，顺利来完成。所以呢，哥林多后书第4章第8节，拄啊应验这4个人所说讲，阮常常拄着各款困难，毋过无困难；拄着绝境，毋过无绝望；受着困逼，毋过无受帮助；受拍倒。毋过无计到死，以上帝眼光来看，这4个朋友受困难，为什么困难？因为困难，互一个软弱的人变做勇壮，互一个袂行的变做的人变做会通起来行，也伊会成功来行，所以。这个变水的人，伊是软痛、软弱，所以无人要插伊。但是这4位勇壮的朋友，同心协力帮咱，就带来上帝的美丽的快乐。这4个朋友因为疼心的行动是上帝所欢喜。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喜欢花吗？喜欢不喜欢？喜欢花草、花草为什么是水？为什么是咱所欢喜？因为花蕊的情况，互咱的心变做欢喜。花蕊的水，互咱的心变做欢喜。你若去一个花展。你伫遐受气袂起来，你的心也充满着这款的水，充满着欢喜的这心情。花水，因为伊互人的心变做水，互忧伤的人心变做欢喜。咱句话讲，近墨则黑，近朱则赤，对无？我有花，你就看到花，你就心内就有一款的欢喜，一款的美感。亲爱的弟兄们，你相对来看，什么人是疼什么人？就是讲，你互软弱的变做勇壮，互忧伤的变做欢喜，互挫折变做朋友，
你就是听什么？无简单嘞，我错题，你也骂我，也欺负我，我最后说，你要叫我来当做好上好的朋友，我不可能啊！安尼咱听心无啊，靠自分的气来听无，绝对不可能。看弟兄们，什么是属灵人？什么人是属灵人？有属灵无属灵，要安怎讲？有属灵没有属灵，要怎么办？咱大家互相会当做朋友，不过吼，你心中有秘密不告诉我，我心中也有秘密不告诉你，好，不便告诉你。但是耶稣是咱最好的朋友，耶稣对咱来讲都没有秘密。耶稣心内放上的，咱大家拢知影。有真来欢喜和平，吞忍慈悲善良，温柔节制，拢有，无比的样。这比方说，你说我来讲，我就是这样。但是，咱对耶稣，咱秘密不？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有没有秘密？有吗？伫咱还未信主、还未入捌时候，很多秘密。伫咱领洗礼了、决志跟信了，还有很多秘密。不要告诉耶稣，不要告诉上帝。阿那尼亚对不？伊讲袂点散的，袂唱红啦，就讲哦，主啊，这个是我的全部，奉献给你。上帝通过比的都知讲，哈，你哦暗靠，对不？所以，什么叫属灵？就是讲，你伫主耶稣的面前，你伫上帝的面前都没有秘密。你愿意把所有一切的拢甲上帝讲，该悔改就爱悔改，该认罪就爱认罪，该赦免就爱赦免。所以，你伫上帝坦然无惧嘛，所以你就是属灵的人。你就是属灵的，所以望咱向这个属灵的人，来问题，属灵人唔是讲安尼好，该做的就讲有电着，有款的迄属灵的能力，不是这样，上介简单，你是上帝的面前，最后说没有秘密。伫上帝讲内底，什么人是好嘢？就是你互双向的成做好业，安尼你伫上帝面前，你就是好业。第个人都后书第8章第交代讲，咱的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伊虽然好业，毋过为着恁成做善车，是要互恁因为伊的善车。正做好业，所以咱所信的上帝是改变一切的主。这世的朋友，伊借着同心协力来帮助这个万心不遂的人的进行中，显明基督的快乐，显明上帝医治的快乐。伫这个路加第1章。25到29节比较有记载，有一个叫法师来问耶稣讲：先生啊，我着怎样做才会通得到变化？主耶稣来讲啊，你律法安怎写？伊讲哦，这我知影，尽心尽性尽力尽力听主你的上帝，搁着听厝边亲像听家己。主耶稣讲，你照安尼去做，照安尼去，就会通得到变化。
所以这些个朋友，哦，因的贵力就是因为遵守上帝听的诫命，真心真性真意真啊听主伊的上帝的规律，听主边亲像听家己的规律，所以这个听的规律，成做一个团队的规律，互伊有啊坚定的意志，无私的听心，互伊突破所有的困难。所以，而且圣经讲，因就伫因顶面的厝顶贴一卡，互迄个半身不遂的人倒伫即个床铺堆落去。哦，这无简单入来，迄半身不遂拢骹手拢袂振动的，迄人安尼无好势，一个所在较无咱出落去吼，迄落去现死的。所以这是一个足冒险的一个动作。不过因为疼心的行动，真做一种亏力。所以耶稣看到因这款的动作，深深受感动。耶稣看到因的信心，耶稣看到因遵守上帝诫命的这款听的诫命，看见这个半身不遂的信心。出在这四个人，安怎甲分享完紧？所以，这个故事感动耶稣带来上帝治疗回来，带来罪人得到赦免。咱看另外一面来看这个故事。这个故事内面经学师甲证人，因看见什么？哦，咱有个人哦，真恶人肯定，真好去共学了。不管你安怎做，做甲老烂，做甲老干，伊就要嫌甲老烂。哦，所以我教会我嘛捌拄着，哦，都中职啊上牧师啊团结，哦安怎做甲足平，伊就是挑毛病，哇这唔好，这唔好，这唔好。啊，真少去共学了。所以咱看到即个经学师甲证人，伊看到啥物？因哦看到讲啊，出了来只枪，啊，即四个人扰乱会场的处事。咱即摆咧做礼拜，不然有四个人啊，当握一骹安怎啊？我啊，即摆讲道啊，让我讲究。啊，所以因违法。任意损坏、破坏别人的财产，这对，这真对啊！吼，啊，因看到这个，原来呢哦，这经学师傅看到讲，耶稣，啊，你是啥物人啊？除了上帝独一上帝以外，啥物人会当下罪啊？吼，伊讲耶稣，你无有下罪的关键，为什么这个经学师甲？因无看到这四个人的信心，这款的疼心的行动，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因心内无这款基督无私的情。咱个人常常惊师，因心内所充满就是自我中心、自私、骄傲的罪，社会地位、权力的骄傲。解说圣经权力的骄傲，啊是讲因啊自古骄傲、论断、批评、指责。哦，其实伫政治上，咱若去选唔着这选唔着这市长，啊是讲总统，啊是讲这议员啊，你若选唔着吼，啊这人起来吼，处处挑毛病，因所讲的批评，但拢唔好。无啥好，所以讲，什么原因就是欠起基督的疼，哦，欠起疼上帝，疼厝边亲人，疼家己的快乐。为什么疼这么大的快乐？圣经甲咱讲，这个可能多前书13章，甲咱讲，主耶稣基督
款无变行是点啊？听下宽容、慈悲，无怨毒，无夸口，无骄傲，无做见笑的代志，无求家己的利益，无快受气，无扣分，无爱不义，唔爱不义，只有爱真理，仁爱包容一切，对一切有信心，对一切对一切有吞忍，仁爱永远存在，永远袂无。讲这就是仁爱，这个听开了。所以上帝的听是人内心的动力。这个动力哦，你若愈熟练，就像你伫上帝面前愈无秘密，就是愈熟练。安尼哦，这个动力愈大，能量越大，能量越强，迄个困难愈大。所以上帝咱内在的即款听，是咱内在的困难，互咱会通开来行好，突破一切来行好。过通有10海，所以真个官员咱若钱摕来政府是落后，本来是真好。有一摆无两摆，咱台湾人讲安那讲安内贪拢是正常，贪了水费就好。莫贪伤济，莫伤歹毒品，这毋对嘞咱拢已经把它正常化其实这毋对，咱50海，毋对就是毋对这是听开来照好的因为这是上帝的旨意，咱来照听上帝听来安尼待人处事嘛。所以，但是人的困难，若是受魔鬼的捆绑。魔鬼就是讲，咱的自我中心，咱的私欲利己，就会带来怨恨、伤害、攻击，这个社会国家对立，战争的规律。其实我最近嘛看了真济，较少的教会因为要骗牧师，是讲因为牧师属骗，要属骗毋属骗，大家安尼争得面红耳赤，互相无要听对方的心声。到尾无论是牧师留的，还是牧师离开，都是有一群人就离开撤退到尾本来是来讲，7月10月我煞变50-60个，我50-60个，我煞变20-30个，有人甚至过去外面呢，开始过其他来说教其实这什么原因？这无基督的听伫咱内面，咱若是顺咱的家己的意志的时，就会产生足个起来，安尼彼此的攻击甲杀戮。所以耶稣看到这些人因的信心的角度。耶稣看到因的即款的行动，其实耶稣真容易受感动。足侪所在足侪在故事别人拢无法度，但是耶稣拢会当到。我举3个例来讲到，第一个就是讲马太15章28节，迦南的妇女。耶稣看到迦南妇女的信心，这个迦南的妇女为着伊的查某囝来求耶稣但到尾耶稣甲这个妇女讲：你的信心真大，互你的心愿实现。伊的查某囝伫迄阵得到医好。第二个，马太第8章第5节到13节，有一个军官，军官为着伊的半身不遂的劳苦呢，这无简单呢。
要求耶稣把即个家己的路医治啦。嘿，耶稣讲好啊，我来去家己。伊讲哦，歹势，耶稣，我等袂起。你讲错话，我会路补一个好。哦，最后说，我伫医学的中间哦，毋捌看到即款的信心啦。哦，然后伊甲这公公讲，你去，互你所信的实现。哦，拄迄时，伊的路补边就得了伊咯，半身不遂就好个，就变个行。过来第三马可12章41节到40。耶稣看见一个官府的方面啦，哦，一个官府哦，大家拢很足济嘛吼，但是一个官府哦，奉献2个铜钱啊，一角面，互伊惊人看着，惊人知，掠甲献落。这时候甲伊学生讲，正人拢献出的啦。这个官府哦，奉献啥？伊奉献上帝，因为啊，伊甲所有的生活费拢献落去。伊虽然真善车，毋过伊甲所有生活费拢献落去。耶稣深深受到这个官府的感动。所以其实耶稣伊是听，上帝是听，耶稣是听。伊的心眼哦，就是会通欣赏人的小小的心，一丝丝的心。伊会通接纳人的无完全，人拢无完全。讲恁就爱亲像，恁就爱完全亲像上帝。无可能，这是耶稣讲的是一个过程，吼，不断从咱心内秘密甲上帝讲，吼，你无可能一摆拢甲上帝讲，对无？有一天，你伫上帝面前拢无秘密，你就是上帝的人。所以呢，耶稣伫遮欣赏安尼，疼心甲信心，虽然是作小可，虽然是无完全，虽然检测会互人指指点点啦，吼。就是这经老师就咧甲伊骂啊，就讲啊你咧笑啊，你哪即摆耶稣咧讲到阮遮来乱，所以但是耶稣却会通欣赏，看做是水的代志，哦，因为耶稣比咱更加了解爱的真理、信心的真理，这世人所做的代志。受耶稣深深受感动啊！这些人，耶稣欣赏伊啦，遵照上帝的诫命，疼尽心尽力尽性疼上帝，疼厝边像疼家己。所以加拉太5章13到15节嘛是安尼讲，吼，咁上帝互咱其实都有自由嘛，你有自由意志，吼。但是这个自由唔通互恁当做啥，变做放纵私欲的机会啦。要用疼心互相服务，因为全律法包含伫疼厝边亲像疼家己这个概念。所以圣经旧约39卷，新约27卷，拢总66卷，你对头读到尾，但是这个律法只有2项：尽心、尽性、尽力、尽力，疼主理想，疼厝边亲像疼家己。所以50个讲着小心，恁若晓得三家相吞。维护上造业，这是加拉太对基督徒的主义，甲咱的提醒。所以，亲爱的弟兄们，咱即马安静夹较久，咱来思考，讲为什么咱是无完全嘛？为什么咱常常的信心无够，疼心无够，心中不但无感恩，心中有时咱充满着忧闷、
忧伤苦闷，对别人讲袂了的埋怨、牢骚、不满，咱有时嘛安尼照着讲，批评别人、论断别人，来疏解压力，欠缺迄个饶舌、同情，我都接纳无相款意见的人，无好的见证。最大的问题就是欠缺基督谦卑的心怀，欠缺基督欣赏人感动，看袂到别人所做迄款的疼心、信心的行动，欠缺基督欣赏的感动呢，最大的原因就是欠缺基督的疼，少啊基督的爱。上帝疼，我讲上帝疼是咱内心的动力。这个动力，咱若愈熟练，譬如讲，咱伫上帝面前，伫耶稣面前，咱拢无避讳，咱是熟练人。但是上帝疼，迄伫咱内心的动力会愈大，能量越大，能量越强。咱气力愈大，这个疼，互咱有气力行好，互咱气力有大派，这是上帝旨意。耶稣看到这四个人这边的信心，众人无看到，这个典雅书嘛无看到，但是耶稣看到，耶稣看到因的疼心的行动。互耶稣真正受感动，所以耶稣用行动来证明伊个对这病人讲，你会做啥？这个经验书，因对这个疼心有信心的这个美妙的故事呢，因不但无感动，伊嘛无欣赏，因心中就是骄傲做。反正因的心思意念充满着论断、批评、指责，特别佫指责讲耶稣，你无分别，他下面只有独一真的上帝教。所以马可福音第2章第8节，你讲耶稣随时在念笔在，因安尼第2论，就对伊讲。是安怎？恁心内底即问即个代志，耶稣为什么能看到经学书的心思意念？因为耶稣疼伊，耶稣疼做人，即个世界正人所讨厌，耶稣疼伊，甲伊改变，互伊成做一个慈善家。这长期正人所看无起，但是耶稣有这人，真做一个耶稣的天使，福音的节目。所以耶稣听，耶稣嘛无因会改变。耶稣要互因知影讲，你毋对啦，人子伫地上有下罪观点。所以耶稣对这经学师傅，甲对正人，问伊讲。我若今仔日我对即个冠心不遂人讲，你会做啥？还是讲起来，掠你的床铺起来行，哪一项较简单？两项拢无简单啦。耶稣讲，不过我要互恁知，人子对前有下罪观点。所以耶稣头一句是讲，你会做啥？所以耶稣继续把这跟随人冠心不遂人讲，我甲你讲，起来，掠你的床铺，转去恁家，伊就起来，随时掠你的床铺。正人伫正人面前行出去，正人拢大叫惊，讲归阳光上帝，阮见甲他
袂来看到即款代志，即个半身不遂的病啊，因为即小的朋友会疼心的缘故，伊不但伊的肉体得到主的医治，伊的罪也得到主的赦免，疼带来医治的快乐，疼带来罪的赦免。 疼，然后带来医治的快乐，就毋是疼，迄个疼就毋是疼，毋是即个后仔个无私的疼。所以这些朋友，今仔日会通代表代表咱的政治遮人物今仔马上代表咱教会内面无共款的年龄，无共意见的人，无共背景的人，因为主耶稣基督会疼，咱彼此同工，突破一切困难，同心协力，来尽心尽力尽力疼上帝，疼厝边亲戚疼人，来显明基督的快乐。所以咱若伫基督的疼内面，咱就会通。 有基督迄款欣赏的眼光来待人处事，咱的心中不再有埋怨，不再有批评，不再有论断，咱的心内就是充满着美好的欢喜，因为基督的爱改变了我，使我们心里面产生美丽喜乐。 基督的爱使我们心里面就产生的那个美好，上帝所创造迄个完整的形象，就是甲上帝同款完整的性情。所以咱就无再干那看着讲，厝顶发财，咱的确有属灵的眼光，属灵的眼光，就是你要首先成为属灵的人，就是。 属灵的人就讲，你上帝甲耶稣面前无比例，安尼你就有即款的属灵的眼光，看到上主奇妙的快乐，看到上主成就美好水的代志，看见上帝无限的恩典，永远喜乐伫咱一生，愿上帝收束，互咱真侪伊所听。 我咱真对安那，伊会得到伊的即款的大恩，有伊的性情，有上帝的性情，伫咱的内面，来为主做见证。咱大家好来祈祷。真主，感谢你恩典，今仔日阮会通家己你的圣殿来敬拜，这实在是拢是主你的恩典。 阮过去因为武汉肺炎，安尼做伫教会一时拢用即个安尼线上的礼拜，结果阮拢丢伫厝里，做一个人就是遮时代，煞骹无力，心神肉体两者，怎要感谢你？你有缘继续是落因带，互阮。 靠主你恩典奇妙疼人保护，愿无惊头前一切危险。愿你神相助，引带阮头前路当，互阮因为主你的疼，阮的内心充满着基督的性情，上帝的性情伫阮的内面，到伫阮的社区，伫逐所在为主你来做见证。 祈祷奉靠最后做祈祷，阿门。为信息。